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5，诗篇86篇50安尼讲：主啊，你良善，欢喜赦免。你赐丰盛的慈爱，予所有求救你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良善佮欢喜赦免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诗歌，也是做阮拯救的主。主啊，你用活命甲慈爱予阮，你的眷顾保全阮的性命。我要将甘心的祭祀献予你，主啊！我要感谢学了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是好。主啊！我要唱歌学了你的慈爱，到永远。我要用阮的嘴传你的信息，到代代。主啊，人的所行常常是歹，总是你用疼要将原来挽回转来。予阮通定心归伫你，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良善，欢喜赦免，你赐丰盛的慈爱，予所有求救你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